1986年秋季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、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其坚赞，视察访问了位于青藏高原东部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。这是班禅副委员长第一次到这块雪域祥瑞的藏族地区视察。在为期50多天、行程2000多公里的视察访问中，副委员长先后到了泸定、康定、道孚、卢霍、色达、甘孜、石渠、德格、巴塘、理塘、稻城、香城等县，受到了甘孜州境内的各级党政军负责同志和全州78万人民的空前隆重的接待和热烈欢迎。4号，秋高气爽。当班禅副委员长一行踏上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东大门二郎山顶时，立即受到专程赶来山顶的自治州党政军警等各方面负责同志的迎接。副委员长的心情显得特别愉快。他下车以后，与前来迎接的负责同志一一握手问候，相互敬献哈达。来，多美的高原景色，合个影吧，记下这难忘的相会。随同班禅副委员长来甘孜州视察访问的有国家民委副主任卓嘉、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扎西泽仁、四川省副省长罗通达以及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。在向甘孜藏族自治州首府康定城行进途中，班禅副委员长一行受到了沿途群众的热烈欢迎。人们真诚地献上一根根洁白的哈达，上面凝聚着对副委员长几十年来致力于祖国的统一、民族的团结、藏民族繁荣兴旺伟大事业的敬重和爱戴之情。在甘孜州视察期间，班禅副委员长以每天工作12个小时的节奏，走访工厂、农村、牧区和学校，与各级负责干部讨论研究问题，接见各界知名人士，并游览了名胜古迹。在举世闻名的泸定城，副委员长高度评价了当年红军飞夺泸定桥的伟大壮举，希望泸定人民继承红军长征的光荣传统，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，把这座英雄的县城建设得更加美好。